欢迎收听11月29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尼希米记5章6到13节，难题中的出路，寻求公义。在难题中要怎么样走出一条路呢？用一生在寻求公义，想要找到出路的马丁路德金恩，他是一位民权斗士，也是一位黑人。在那个种族隔离的时代，他这样说：一个和谐的社会不是因为争议消失了，而是因为公义被彰显了。但是在公义彰显的当中呢，其实我们看见在美国的这个民权运动历史中，是一个又一个愿意付上代价选择公义的决定，甚至马丁路德金恩还为此而牺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谁能够否定公义的发生其实是因为知道公义是什么，认识公义的源头，并且希望自己参与在与公义同行的行列。于是我们开始经历平安和谐的今天。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尼希米记第5章6到13节，就如历代志下，也就是今天祷告 RPG 的经文7章14节所说的，只要他们向我祷告，并且谦卑悔改，离弃他们所做的坏事，我就会从天上垂听他们，赦免他们的罪，重新使他们的土地繁荣起来。如今我们看见尼希米带领这些百姓一起来建造城墙的过程中，为什么越做越累，越做群体里面更多抱怨的声音？今天揭示了这一切。原来在这些以色列百姓当中，这些弟兄姐妹富足的镜像这些需要缺乏的压迫，向他们收取高利的这个利息，让他们边借边还，但越还越多，越欠越多，最后到一个程度是必须要变卖典当自己的土地，甚至是要典当人，让他变成奴仆，来换取能够用的能够吃的食物。在今天我们看见尼希米他明白并且了解他们真实的境况之后，今天经文一开始就说他为此哀叹抱怨，很是生气。他决定一定要解决这件事情，并且在和合本写的是他心里筹划，然后就直球对决。他并不是直接因着生气，因着这些百姓的哀叹跟抱怨，然后就赶快去找这些领袖解决问题，而是他想好他要怎么向这些领袖，这些有权势，这些得罪他们自己弟兄姐妹的人来说明。他讲到他们竟然剥削自己的同胞，这个直球对决，尼希米讲的并非空穴来风，不是听说，不是片面之词。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尼希米是一个会先查看，会先觉察并且祷告的人。他在他的说法当中，我们看见他是从他的榜样，从他自己所做的开始说起。他说，我们尽力想尽办法赎回这些被卖给外族的犹太弟兄，然而今天你们却是强迫这些弟兄把自己卖给你们。大家听了之后都无话可说。然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尼希米的重点不是为了责备，而是为了寻求公义。
而且他不仅是他自己，他更邀请大家要为寻求公义来付上代价。在这里他说，你们做这事真的不对，你们这样做是不敬畏上帝，你们敬畏上帝不是应该要做的事吗？我们怎么会因着不该做的事我们做了，应该做的事我们没做，让敌人有借口嘲笑我们呢？他在这里提出一个方案，希望能够将这些借据，将这些高利的这些政策挪除，把这些债权一笔勾销。在这里呢，如果我们看原文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不是说这些百姓能够借权不还，而是指的是这些官长、这些领袖，若是他们是用压迫的方式，他们必须把这样的债权一笔勾销。欠钱应该要还钱是理所当然，然而欠钱的原因是因着制度、因着环境、因着领袖的不公义，这样的债权应该一笔勾销。在今天的经文中，让我们看见尼希米的做法，他是一个有想法、有做法，并且告诉弟兄姐妹什么原因我们应该要取消这些债务，因为这样做我们是得罪神。若是我们没有按着我们的上主他的心意、他的制度、他的公义来行，特别在当时在摩西律法里面，他们应该是不能够向自己的弟兄姐妹来借钱之后还要跟他们要利息哦，因为对自己的弟兄姐妹应该是不收利息的。然而他们收利息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收很高额的利息，这就违反公义的原则。在今天的经文中看见这些缺乏的，这些借贷的，看见这些需要的人，他们在这里来经历这位尼希米领袖的带领。我相信大家会更对他服气，也更相信的是，若是出于上主的旨意，我们去做的时候，或许我们过去曾经得罪神，我们或许过去曾经行那不公义的事，然而当我们愿意改变的时候，这个群体就会经历到那极大的翻转。当这些领袖们他们领受之后，我们也看见他们的生命是愿意改变的生命。我们想一想，在那不公义的结构跟环境当中，当这些有影响力的人愿意改变的时候，这个环境会有多么大的变化，会有多么大的改善。那如果我们是这一个角色，我们愿意寻求上主的公义的时候，我们的环境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呢？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读到今天的经文，我们遇见一件事情，甚至我们需要直球对决、对话面质的时候，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斥责，不在于要骂人，而是要带领人看见不公义之后，要转向公义。这位因着公义会带来平安，并应许我们要这样经历的主，今天透过这段经文再次邀请我们，当我们都愿意来转向这位上主的时候，我们今天看见他们立约，并且在主的面前赞美上主，那么我们就能够想象什么原因尼希米的团队能够在52天建造城墙，因为他们寻求上主的公义，他们就在今天完成了他们应该做的事，他们也放下了他们不该做的事，他们在这里感谢公义的主，他们就经历与公义同行的一天。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真的是很多的时候，或许我们就在那不公义的结构，甚至我们自己就是不公义的人，但求主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我不该做什么事。从每一个人开始做起，或许我们会付上代价，甚至我们会为此牺牲。
但当我们愿意这样去行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上主的心意是要使每一个人都得救，要使每一个人都经历与公义同行，然后就活在平安和谐的社会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并且谢谢你透过尼希米记的记载，让我们看见一位有影响力的人，他应该如何带领人来到你面前。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因为你应许我们，当我们向你祷告，当我们在我们不公义的事上来悔改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停止并且离弃我们所做的坏事的时候，主，你说你是愿意听我们祷告的主，你是愿意乐意赦免人的罪的主，并且是要重新恢复我们的主。主，我们领受这应许，我们就要向你求你让我们有勇气，让我们有信心，也让我们有智慧来寻求与公义同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开心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主的公义在你的生命中成就你，帮助你，成全你，使你的生命真实经历每一天都是平安，都是和谐的一天。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